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委员、中央卫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琼本周将在瑞士举行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马克龙与布林肯在巴黎进行了一场约40分钟的1对1会谈。这是在澳大利亚前采购合约引发美国法国隔阂之后，马克龙首次与美国官员会面。美国媒体 CNN 10月4日引述一位流亡欧洲的中国前公安，他展示自己的任职证明文件，并匿名透露了针对维吾尔人的酷刑细节。他表示，抵达东突厥3后，由于官方规定维吾尔人拘留人数要达到一定配额，这些被召集来的各地警员就要再根据上头发下来的维普人士名单进行例行的捉拿行动。加拿大最近的研究表明，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增加。据称，该国最大的人员短缺出现在卫生领域。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加剧了当前的劳动力需求。据报道，印度将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第一批导弹和电池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交付给新德里。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示警，台湾与北京关系恶化至40年来最严峻。中国军机近来频繁绕台湾防空识别区架次创纪录。邱国正在立法院表示，现在两岸情势是我从军4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据当地媒体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避免了大约4.5亿次网络攻击，因为每次针对官方网站和组委会系统的攻击都被阻止。报道称，网络攻击尝试发生在7月23日奥运会开幕到9月5日残奥会闭幕期间。